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听老一辈讲，做人千万唔通食碗内说碗外，就是唔通食碗内物件讲碗外物件好，安尼就唔知影感恩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读做说，思维说第四条。读说这是读鼻音，说就是讲话意思。讲话来说明，咱讲是解说；另外，讲话声音口气，咱讲是声说。若是讲话甲人感谢，咱讲是说谢，说多谢。这个文音读做说，就讲真侪人爱看小说，用语言或者是文字来解说，咱讲是说明。也有演讲，有人讲是演说。也有一个文音读做说。像讲话来考劝别人，咱讲是说服；啊，若考劝别人，这个人咱讲是说客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无声无说，意思就是拢无声响，拢无讲安怎。第二个词读做轻声细说，这个意思就是讲话足细声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迄轮讲阿明想讲咧博物馆讲话就爱轻声细说，结果一个去便所无声无说，雄雄出门撒开便所门，害内底人踹一个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说，这是鼻音；另外文音读做说甲说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